之前开7900多万订款29台环岛之星观光列车，内底内装，互人整体讲实在是真歹看。落尾代替成立小组定设计，即马就侪人学了，少人嫌啊。讲看起来真高贵，电费嘛袂遐尔啊插目。真侪人讲代替的美学已经进步真侪。 人讲红水乌大斑，火车豆豆啊驶入月台，车厢的外观就是用这款大斑的乌色，还佫斗搭迄落几公号的柑仔色，安尼看着真有尊贵的感觉。环岛之星的观光列车定身改造了后，这么正式出来了。那这个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款的？透过专人去指导、去修正的话，我觉得新的。 看起来是比较现代化的，有提升，很明显的提升，对。然后网络上看到很多评价也都是正面的，比较像欧洲质感这样子啊，有花钱有差吧。伫咧较早民众批评的是较济，那即卖民众是学了较济。代替伫咧今年的2月开7900万翻修29节环岛之星的观光列车，毋但内装互看到了后引起真侪批评，甚至佫用口说讲这就是代替的美学。毋过甲即卖来甲比指一下，伫咧改装进前，这所在是即落孔蓝色的椅仔，来斗搭粉绿色的陶瓷筋，色彩过头鲜艳。有民众讲安尼看着真死板，那即卖是用较济朴色来甲斗搭，质感看着嘛加真好。另外伫咧餐厅的吧台遮，原本煞去互民众屁想讲。 敢若亲像行入去便所共款，毋过改装了后，乌色的柜台来斗搭柑仔色的车厢，展现出真点点的风格。若讲这个外壳，嘛有真明显的起落，和进前的主题彩绘无共，即马加真有艺术感。有那种观光列车的感觉，对。那之前就是比较像一般的。 像电联车啊，就是比较没有吸引到观光客。靠设计团队用整体规划斟酌来甲视野的，用秋天的风来做主题，强调讲要回归自然，希望让火车会当乘做台湾上水的风景，通来插入咱岛内的观光旅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